电动公车安怎充电上有效率呢？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有研发一套电动公车 AI 充电管理系统，通好来降低公车业者的营运成本。这套系统也挺好把这电动公车的充电停车场当作是城市的电池，万不因若失电，就当提供电给附近的设备。插充电头甲电动公车充电，电动公车驶倒去停车场准备充电。不过停车场的供电够有够用？安怎分配充电的时间会使较省电钱？这即马都要靠人工来计算。不过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有研发出新的智慧系统，把这复杂的工作交给 AI 去做。因为它现在有监理风啊，不同小时的价格都差很多。比如说我现在车预估它将来在下半天的几个小时之内，它要用到的电量，现在它还够，它就不会在尖峰时间去鼓励它去充电。它会优先把那个已经降到警戒值的车辆优先让它去充，那其他能够待机的，它可能就不鼓励它去充。最传统一开始的话，他们的建制是车跟桩的比是1比1，我们现在建大概是一台充电桩，大概可以服务3台到5台公车。透过智慧系统来安排倒一台公车有紧急用电的需求，倒一台会当等安排伫离峰时间充电，靠 AI 到3工会当减轻业者的电价负担，也会当避免公车伫尖峰时间甲民众抢电。运输研究所去年底开始伫树林科学园区设置 AI 充电系统，未来这套系统也扩大应用伫强化电网，服务社区的紧急用电需求。所以在必要的时候，这个场站它其实也形同在园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电力的一个备份的区域。所以在必要的状况之后，它其实刚才讲，它可以把这些电能再回送回给这个区域。研究所表示，今年开始把试验范围扩大到新北市、台中市。未来目标希望这套系统会当整合无共业者的充电条，提高使用效率。研究团队也正在研究把这套 AI 系统用在民众的电动小客车充电系统，扩大服务的车辆和范围。记者龚林玉凯台北报道。